平安。各位兄弟平安，这是咱真安全咱的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请作业。你着感谢耶和华，因为伊是好，因为伊的慈爱永远伫地。为着耶和华的慈爱，甲伊对世间人所行的奇事，愿人拢学乐伊。这是咱请敬拜团来传咱学乐。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今天有很好的天气，我们也可以一同聚集在他的殿中，我们要一同来赞美他。如果方便的话，我们可以一同起立，我们用第一首诗歌来赞美他。他创造宇宙万物，他创造你我，他也赐下各样的恩赐在我们身上，向他献上感谢，也赞美他。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说过劫难免，我们一同欢欣笑开颜。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里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花径像云徜徉，微风拂过浪花欢唱，为你歌唱，为你歌唱，耶稣哦，声响彻心翱翔，我的灵全然高唱，因你恩典，丰富恩典，奇妙恩典。从头再一次来歌颂赞美。抬头望，天堂门打开，我们将亲眼看见里面。百花开，芬芳遍满地，荣耀主耶稣基督再来。
的一切美好，因着他的恩典，因着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就是那个新造的人。我们将第二首诗歌成为我们的呼求，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都能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愿他成为我们的拯救，成为我们的帮助。我来到主座前，全名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更多的亲近主，来到主的面前。我来到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就是一股全是新的，因主的爱得以重生。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你为我设计，若有人为我设计，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你为我设计，你为我设计，就是一国，全是新的，全是新的，哦，就是一国，全是新的，全是就是一国，就是一国，全是新的，全是新的，哦，就是一国，全是新的，全是新。若有人在基督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全新的人，他是全新的人。我生命全属于你，我生命全属于你，你为我设计，你为我设计。我来到主座前，生命交由你掌权，你心意向我彰显，我愿成为你荣耀的殿。让我们持续站立。这是咱用新的改变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做你的上帝，
这届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像亲像是讲，你着听唱片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概念互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你，你若着安尼三听，你若三听，这难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来考验，由我来考咱的印。耶和华我的主啊，你将你的眼光摆设伫天里。耶和华对囡仔甲食嫩的，会喙建立能力。我看你的天，你的手所做的。世界人是甚物？你晓念伊？你互伊比天使领仔较赢。你设立伊管理你的手所做的，就是一切羊甲牛，天中的物鸟。耶和华我的主啊，这是咱当时的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阮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你会听甲你的慈爱，你伫早时用你的血来洗清阮每一个人的罪，互相信的人会当得到活命，会当正做你的囝儿。我满心的感谢，你爱阮互相会当相听，彼此将阮的恩赐会当奉献伫你的主、你的圣殿，互阮彼此会当连结、合一，成做一体。你也教示阮爱带你好的福音传播到伫每一个所在，求助阮人会软弱，无当来真心、真心、真意来听主。诚做传福音的精兵，求主你一遍搁一遍来赦免阮。求主的灵也是刻刻带领阮头前所咧行的每一个脚步，通过阮的智慧，通过阮的读经，会当增加阮对主你的认捌，会当互阮所行、所讲，会当来祝福每一个人，来荣耀主你的名。这是阮直接为着阮的国家的领导者来恳求，互有智慧会当来引出这国家会当伫和平、公义、跟爱，互阮的社会会当和谐，互阮每一个家庭会当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阮的兄弟，若有身体软弱的，求主你的话来安慰因、看顾因，互因伫上需要主的时阵，会当体谅主的同在甲看顾。啊，求主你的灵伫运转伫即个圣殿，互阮无管通过伫诗歌，也是主的话，也是由蔡长老讲喙来，伊的喙讲出来，咱来利益阮每一个人，会当你的话诚做阮日常生活的准则，会当愈行愈合主的旨意。我咱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这是咱请圣乐队来学咯，这是我的坚信到永远。
即些咱看上帝话，记载伫马可福音伫12章12节到18节。12节，隔日，伊对伯大尼出来，耶稣枵，远远看见一丛无花果树有叶，就去看伫迄顶面有所得着无。已经到，既然无所得着，就有叶若定，因为毋是无花果的时。就对迄丛树讲：打了后，永远无人食着你的果子。伊的学生也听见。伊到耶路撒冷，耶稣入殿，就赶出殿内买卖的人，车倒换钱的人的倒，甲卖钱仔的人的椅，煞无准人带器具对殿里经过。国家是伊讲，竟无记载讲，我的厝要称作万邦基督的厝吗？若是你互伊做插手，这个祭司头甲经学士听见，就找看通怎样来卖伊，因为惊伊是见人弄奇怪伊的教示。即是咱请蔡长老来监督。今日的主题是耶稣救赎无花果树。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天天隔壁的人讲平安，用祝福的言语，用我们心里最真诚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的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充充分分的享受主你爱的浇灌，让我们更加亲近主，让主的话语刺中我们的心，让我们一心归向主，做一个小基督。小基督，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面前蒙恩，得到主你的纪念。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感觉上好久没有看到你们，突然今天有很多人说：“哎呦，好久没有见你。”其实我是上个礼拜没有来而已哈，没有那么久。凡事感谢。其实我们在人生上遇到很多的困苦，很多的困难。尤其我太太前阵子手脚都不方便，身体好像快垮掉，然后之后眼睛看不到，那我们就去看眼科医生。那眼科医生说：“哇，你这个太严重了，怎么现在才来？要立刻手术，然后飞秒手术可能要11万嘛，再加上什么再植入宫腺体等等等等的。”
走回来，我就说那去手术啊。他是很节俭的人，除了奉献以外，他什么都很节俭。他说那不要了，那干脆我们去看马偕医院有个那个郑医师，郑慧川医师非常非常厉害。听说那个徐美术长老跟谁都是给立下来给他们去做手术。哇，礼拜六一个上午你们觉得看几个人知道吗？超过100个，超过100个，我真的不太相信进去一看，比菜市场更多人。所以那个医生跟他检查以后，叫我进来，说你的太太她已经矫正，还有到0.6、0.5以下再来开刀就好。现在不要开刀，还没到那么熟。从那天晚上，他眼睛就看得到了，在近视眼前他就看得到了。然后今天来上圣歌队，他本来说都没有声音，连跟我讲话都很难。今天终于开口，我说没关系，你跟我一样，我只唱3个音。其实刚才唱的大部分都是我旁边的那个欧长老他们在唱的我唱在只有3个音而已。他说我可以站着，在圣歌队，所以那个指挥不要怪我我只唱3个音而已。可是我以前2点都没有问题。但相对神在各种事情上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依靠他是你的帮助。我进来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新的朋友，那他们叫那个阿球就拉我过去，这是姚弟兄从马来西亚来的。我说我没有见过你的因为他上个礼拜就来。上帝祝福你，我们看他来很高兴。然后我们看到我们小诗恩可爱的诗恩的爸爸，今天也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很高兴。我们看到季颖来了，我们也很高兴。我们看到很多人，可能你觉得说我来了好几个礼拜，对不起，因为我有时候到别的教会去，尤其上个礼拜我非常的不甘心。听说有某个人生日，有罗迪卡，为什么罗迪卡我没有吃到呢？对不起，本来他们有邀请，但是刚好那个临时教会事奉是临时推不掉可是那个熊林岛的牧师没关系，那个罗迪卡改天看有没有办法吃得到。今天我们用诅咒无花果树的时候来跟各位分享这个经节的时候，当我把这个题目拿给欧长老没多久，发现美国以色列攻打伊朗，都吓一跳。然后之后开始再回想，会不会发生哈米吉多顿大战？米吉多河谷里面有哈米吉多顿大战，那时候有讲说大河枯干，当然是指幼发拉底河又去看发那个报纸说，最近幼发拉底河枯干了，可能是做水坝啦，可能是天气的影响等等的。说会不会真的是世界大战那就开始把旧约这些预言翻出来，就里面有提到，从但以理里面有提到，尤其在耶利米里面有提到，在但以理里面有提到说，他要用波斯王，一个完全没有信主的人一个完全不是我们所谓的我们信主知道耶稣基督的人用波斯王来拯救以色列民族。这个好奇怪的感觉，那这张经历就觉得好奇怪的感觉，突然感觉到波斯王真的是在普鲁斯一世的时候，他登位立刻下诏说，让被掳到巴比伦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回去重建圣殿。好奇怪。那我突然在想说，上帝怎么会用一个外邦人，一个从来没有听过上帝耶和华名字的人，去成就他的大能，让我们感觉得到上帝有他的旨意在，只是你不明了。上个礼拜有一些长老会算是著名的牧师来监察院陈情，今天看来报出去，他们大概会听得到了。因为我是内政委员会的召集人，内政委员是管宗教的，管很多啦，杂七杂八的管很多。他们认为说，我是个基督徒，我会替他们伸张正义，他们受到迫害。然后我非常微笑的，我用很亲切态度在接待他们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说，是你们受迫害，还是我受迫害？然后我就笑一笑。之后他们说，上帝一定会在你身上成就，然后上帝会听我们的祷告，
你会替我们伸冤，你会替我们做这些事情。然后在想说，真的吗？是你们做这些事情，还是我要做这些事情？突然就想到说，我为什么今天用这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是耶稣第一天进入耶路撒冷受难之后，第一天他们住在伯大尼，第二天从伯大尼出来以后，经过无花果树，耶稣肚子饿了之后，要去摘无花果树的时候，没有摘到无花果树，然后之后他就去洁净圣殿，第3天净司，第4天就有逾越节，第5天就是受难周，受难日。就在群组里面问说，有没有受难日？有没有祷告？就今天在哪里？我不知道。他说看有没有受难，我们有祷告。我突然感到说，感谢上帝，因为那些喊和散那和散那的人，终于在5天、4天，应该是这4天了将近5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办呢？好。从无花果树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诅咒无花果树。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去年11月份我刚讲说，从无花果树看末日，有没有印象？你看顶多的没几个。我最近有跟一个牧者，他说他一直都在听我讲道，说最近我们的声响，所以我刚才跟我长老讲说，看我们的声响能不能好一点。他说最近很少人。你在 COVID-19 那段期间，我每天听所以那时候收视率非常的高都上千个人在点阅。最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他说，因为你的讲道我们实在是听不清楚。我突然发现7、8月之间你在西鲁教会，所以我一听再听，一听再听。我说你当牧师听我讲道干什么？他说很多的东西我们是互相效力，凡是互相效力，让信主的人得到益处。忽然想到说，对呀。可能我们的讲道也蛮重要的，因为不是我们讲，是又透过我们的嘴传达耶稣的信息。也许会有没有听清楚，可以事后慢慢听，慢慢听。他突然讲一件事情，你念过圣经没有？我说笑笑，我说他念过。他说念过圣经，可是你还是一定在念呐。永远有不断的新的亮光、新的启示。所以今天我们从无花果树来看，尤其在美伊战争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从但以理书、从耶利米书、从以赛亚书里面，我们看到以门，那个门是一个，我们把它翻了一个提手旁，在一个门缝的门，以门人。这以门可是就是伊南嘛，波斯帝国嘛，就是以前波斯帝国古列王的时候，就拯救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去重建圣殿。那么我们最近看到那个之后，看到以斯帖记，看到那个以斯帖。但以为了王为了主耶稣受苦，以斯帖也为了主耶稣受苦。等到他的哈鲁水乳完用抽签的，所以有普珥节，抽签的要致死以色列人。普珥节第3天，以色列发动那个跟美国发动攻击伊朗。本来我以为说大概跟那个委内瑞拉一样，大概一下就结束了嘛哎呦，现在开始有点紧张呢，会不会像俄乌战争一样？一打已经打了4年，如果打4年的话，那个和睦之海家被封锁的话，台湾真的是，我看不要去买股票了，那房子也都不要买了，那不晓得跌成什么样子。但那个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为什么去诅咒无花果树呢？那么我们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特别讲说，圣经中有许多无花果树的柿子，那亚当夏娃那。之后吃了3个果之后，赤身裸体，他觉得很羞耻，他是用无花果树去遮盖他们呐。然后看无花果树，他们那个探子去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去那个地方很富饶，买了那个摘了好多的葡萄，还有什么无花果回来呀？无花果是在中东地区是很普遍的，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其实无花果树，我们看那个无花果其实它就是那个花，整个就是无花果。在无花果树里面，圣经里面可以有时候代表以色列，有时候代表无花果。在无花果里面，耶稣用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很多无花果的比喻，让我们知道无花果它的意义里面。这是去年11月份的讲章，我看你们都忘记了嘛所以讲到有一个好处，其实讲到你们很容易忘记，所以我重新再讲一次，你们也觉得很新鲜。我记得有个就那个牧师跟我在分享，我说很多的东西，你要不要去看一些你以前在圣教会讲到？我
来当监委之前，有去圣教会讲道，湖内圣教会，你有没有发觉到你的点阅率很高好几千个了？我说真的啊，那在哪里？可是我自己都找不到，是他跟我讲说有好几千个了。因为他们会有说一听再听，一听再听，一直在问说蔡长老什么时候再回来。其实我有回去回去过3次，可是我都不敢跟他们再联络了。毕竟是圣教会嘛，我总觉得我是长老教会的，从宪法开始我就是长老教会在制定的，我是信仰委员会的委员，我对长老会。可最后讲一讲，我很可悲呢。我对长老会你说贡献很多，可最后的长老会这些目前纵然这些总干事等等，是我大哥在当张基董事长的时候提拔上来的。可最后被破坏最大的也是这些人。可相对的，在无花果树里面的比喻里面，我们就看到那个我太太非常喜欢一个人，叫做什么？台语天然歌后江蕙，她最后一次的演唱会，当然是我们的那个女儿的孝心。她说：“妈妈很喜欢江蕙，我知道你们舍不得买江蕙的门票，江蕙门票不止贵，而且不好买。”所以他们就去买一张门票，那个我们2个人坐在3楼最后面，因为那边比较最便宜的，坐在那边听江蕙讲，他那个演唱会唱完之后，他就封麦了，觉得好可惜。他们说封麦呢，他歌声是非常的好听啊，尤其他跟那个董明狗唱那个《午夜花》，大概你们都还有印象嘛？那个非常的美。就江蕙在复出了以后，我们就去。就那个不是我们去买，就是有人去买门票，他们知道说我们一定舍不得去看，所以硬塞给我们2张门票，叫跟桂香去看。那桂香讲说不要啦，他行动也不方便，可是人家都买了，如果到时候不去，他们去，那我们自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吗？就像上次我讲过那个我们刚搬家的时候，吉安就很好心去买那个维也纳合唱团，其实我们搬家搬得已经累死了。吉安说我们去看听合唱团演唱，所以我们2个坐着的去听。我是生命第一次听合唱团演唱，可以听到打瞌睡，然后还打呼。太累了，可是好听不好听，非常的好听。等我打呼起来以后，我发觉非常好听。江蕙的演唱会的时候，江蕙是失掉生命，最后才知道说江蕙封麦的那几年，10几年来，她其实是得了肺癌，非常的严重。肺炎严重的时候，她是封麦了，为什么不是封麦？她不能不封麦啊！这肺炎非常的严重，是肺栓塞到大出血。人家说江蕙大概活不久。这件事情很奇妙，大家问说。你知道这次江蕙的演唱会的主题是什么？祝福。为什么是祝福？因为祝福是基督徒在讲的吗？所以就有人一直问说，江蕙是不是基督徒？就翻开，我突然继续找一下，现在你数得上台面的，你数得上出来的歌星，绝大部分是基督徒突然那天我听蔡琴在唱歌耶稣是我至好朋友，耶稣恩友，我听了吓一跳。江蕙，那个蔡琴蔡琴我也很喜欢她那个低沉的嗓音，她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你知道江蕙的那个整个的制作的总监是谁吗？我突然转过出来的时候去一看，那个整个的那个，因为他是放在1楼贵宾区那个地方，洪建尧是谁？洪荣宏的弟弟。洪荣宏是谁？洪一良的儿子。洪一良是谁？洪一峰是妹妹在树上采槟榔，有无？那你准那个时代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时候就听他的歌声长大的嘛。他是谁？他的妈妈是执事教会的执事，他们家是虔诚基督徒，他们家就住在吉安他们家的隔壁，住在3芝。吉安没有见到他们了跟他们买的我不给你到烤肉，我曾经去他家烤肉，他们家全家都是基督徒。那洪建尧是基督徒，所以他跟他定那个题目叫做祝福。他们说他在最危险的时候，一人团去，每人去帮他祷告。结果江蕙好了以后，他说江蕙已经走在基督徒的路上，因为他是慕道友。他从完全没有信心，因为医生跟他讲说已经发病危通知，说江蕙大概再见了。之后江蕙走了出来，知道可以再演唱。我们当然也知道说他那个声音听得起来，他唱了非常多首的歌，但是听得出来他声音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比我还好啦，我连唱都唱不上去了，他比我还好。可是相对的，他走了出来，因为他很单纯信心，他相信他们帮他祷告，他说我相信我会好，我相信我会好。他们基督徒教导说你要相信耶稣会医治你，你会好，你会好，你会好。所以他就拜托洪江瑶来帮他筹划这场的演唱会。好，那我们看到这一节经节，今天我们念了很多那玉芳，你拿个麦克风帮我念一下好不好？哎，来，你们仔细听哦。刚才你们听的是台语哦，现在是用华语哦，好，你们仔细听来。马可福音11章12到22节。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回城，在路上，耶稣饿了，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们的门徒也听见了。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当天晚上，耶稣出城去，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彼得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请看，你所诅咒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上帝。”谢谢主，阿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记事，就是这么几句话。耶稣第一天就哈利路亚哦，王的姿态进入耶路撒冷。3月29号就是我们收容周的开始。然后进入耶路撒冷以后，他就回到伯大尼去住。伯大尼离那边大概3公里，然后他们讲6里，大概3公里。就是走路的话，以前都走路嘛，走路大概半个小时。那第二天又从伯大尼要出来的时候，耶稣肚子饿了，然后看到无花果树都长满了树叶，好漂亮的树叶。无花果树有个特征哦，无花果树如果树叶一长出来，那个嫩芽就会跟着出来，就是无花果就会跟着结出来。所以有树叶就一定有无花果。无花果会分2季，那是初夏的哈，还有初秋的，也就是说第1季的那个果实是比较干涩的。他就出来以后，他想说呢，耶稣肚子饿了，他去看到无花果啊，看到一颗无花果以后，他就去摘那颗无花果啊，他去看无花果以后，他看到树上有叶子。可是理论上来讲，现在我们都改良得很厉害了哈。理论上，以前在中东地区，那个看到无花果树的时候，树上有叶子，就一定会有结出一个小果子。叶子长得越大，那个果子就会长出来。这个果子虽然比较干涩，那个果实可以吃，但是没有那么好吃啦。第2季的时候，大概那个夏秋分那个时候才比较好吃。所以耶稣说肚子饿了，他要去采无花果。有没有？没有没有采到无花果啊！这个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情嘛。那没有看见无花果啊，就没有看见无花果树。之后他们就发觉到，第2天他们从伯大尼要去耶路撒冷。当他在耶路撒冷做那种挡人钱财的事情。他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门徒走过去说：“拉比啊，先生啊，老师啊，你看，无花果树枯了，不是枯那个枯的枯哈，枯掉了，枯干了。”所以我就想到那个将会在演唱会的时候，那时候他生命可能是枯干了，可他又茂密又发芽了。将会其实最感动的是唱歌谣之后，他就讲说，将会为什么信主会比较慢？因为他是从小在庙会长大，庙里长大，这布的一样啊，布袋戏。所以将会你知道将会化妆不是坐着化妆将会他都是他爸爸从小都是去演唱，从爸爸
帮他化妆。你知道江蕙化妆是怎么化妆吗？就是躺着化妆，与布袋一样弄倒嘞嘛吼，所以他爸爸倒嘞才会化妆。所以江蕙哦，每次画出来的那个妆跟那个布袋一样啊，跟那个布袋戏的木偶哦差不多一样啊，那就是那个妆啊。所以他躺着，他爸爸才会画，站着他爸爸干嘛不会画呢？没有木偶是站着给你画的，木偶是躺着这样画的啊。然后他想到他妈妈每次在那边裁缝那个布袋戏的那个衣服，一边唱就会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唱的时候，江蕙哭了，全场哭了，然后江淑娜走出来，江淑娜抱着她的姐姐，姐姐不给她抱，她说一辈子没有抱过2次。江淑娜为了她的姐姐，因为她姐姐得到癌症快死掉，所以江淑娜就也封麦，因为人家一直会问她，她也不晓得该跟人家怎么讲，就干脆封麦躲起来，2个姐妹躲起来，在那边治疗。然后每次听到《月亮代表我的心》，她们2个姐妹就哭，因为非常想念妈妈。她们2个姐妹在歌堂里面已经赚了很多钱，可是她的爸爸跟她的妈妈，在他们没有赚钱、还没有发达之前就过世了，没有享受到。不像周杰伦，他的妈妈还可以享受周杰伦带来的这一些。没有，他就哭了。所以同样的，树叶这么的茂盛，结果没有结果子。然后呢，耶稣就诅咒他：既然你没有结果子，就跟你讲了，你既然没有结果子啊，因为这没有结果子，从今以后啊，你的果子没有人再吃了啦。第2天门徒经过说：“或者你看，枯死了。”可是枯还整个树干还在嘛？那告诉我们哦，我们不要外面冠冕堂皇的，是个基督徒。所以我最近那个牧师跟我在讲这个话，我突然心里上感触很大。基督是活的，可是法利赛人、祭司头的文士的信仰是死的，真的这样吗？想想对，行淫的妇人，耶稣，他们要捉弄耶稣，因为耶稣说不能杀人。可是行淫妇人依照他们当时法律，用石头要丢死他，耶稣就在那边蹲着，在那边画圆圈，然后跟周围的人讲说：“谁说他没有罪的人可以拿石头丢他？”结果呢，有没有人丢？没有啊。所以他说：“你可以走了，但是不要再犯罪。”可是我们现在是开始调查这个是不是行淫的妇人，调查的时候石头就丢回来了，调查结果没有呢，没有，面子问题了，丢死掉算了。所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他们就很稀奇呀。之后他去圣殿，他进入耶路撒冷是做什么？去圣殿做什么？是破坏人家的事情，人家在那边做买卖，耶稣去把人家赶走啊！这是一辈子人家最讨厌是断人财路啊！所以他们就计谋要杀死耶稣。想想看，耶稣当时12岁，在圣殿里面跟他们在辩论经节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天才，以后是非常好的拉比，好好的栽培耶稣，以后已经不得了的拉比。可是跟我不同党啊，所以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因为大家都很信从耶稣，所以就把他杀死掉算了。所以相对的，为什么耶稣会经过这个故事产生的时候，当时第一次我在念这个箴言的时候，我心中也很挣扎呢。干嘛嘛？耶稣，你这棵树在，还有什么好计较？没有东西吃。当然，一方面也可以我们可见耶稣当时是很穷啊，穷得到彼得都还去安息日还去掐麦穗，很穷啊。你要跟耶稣，就是你要打算非常的穷，非常穷，弄不起哎。可是相对的，跟人家计较这个枯树，可相对的，你看那个马太福音哦，记载的更好玩。马太福音记载说什么？那个信里面，你们要相信耶稣。他们在信说，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你在信里一上到尾都没有问题。也就是你要十足的信心。枯树跟信心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诅咒无花果树？来啊！
所以一个无神论大叔，我们叫罗素哈，各位大家都知道，罗素是无神论大叔，他就看到这章经节，他就讲说，耶稣没有不是什么善内，不是温良恭俭让的人，不是什么敦厚的人呐、不是什么好人啦，不厚道啦，因为什么？他脾气不好嘛。你看无花果树，他肚子饿，无花果树没有结果，他就诅咒无花果树，让他死掉嘛。所以为什么要信耶稣？对不对？有道理哦，对不对？是啊。耶稣怎么可以这个样子？你看耶稣所行的神迹，医病、赶鬼、瞎眼的看见，那个麻风的得医治，瘸腿的能够行走，连死人都可以复活，都做好事，那是好事嘛，对不对？哎，你的只做无花果，这个小题大做了吧？所以你认为你的看完了，你会认为耶稣怎么样？没度量啦。度量不大嘛，对不对？一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他就让他死，耶稣度量大不大？不大嘛，哈。然后耶稣呢，他一定不是神的。如果神是慈悲善良的，神怎么会去诅咒一个无花果呢？小鼻子小眼睛，对不对？小鼻子小眼睛嘛，对不对？小鼻子小眼睛啊，耶稣是小鼻子小眼睛啊。你看耶稣什么？爱报复，没有给我果子吃，我就让你死。哎，很像哦，这罗素讲的。像不像？像吗？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处在混淆的时代。那么耶稣是神，有人想是耶稣是神，为什么？他一诅咒树就死了，他不是神吗？可这个神的心肠不好，这个神心肠不好。但我突然在想，小时候的时候，那这一节我都不敢问我们主日学老师，说耶稣怎么心那么坏？无花果树不给他吃，那就让他死。哎呦，好可怕哦！那如果到时候我信耶稣的话，怎么样啊？耶稣就让我死，好可怕哦！是不是那么可怕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在伤残的岁月是昼夜，魔鬼来试验他，所以什么？你肚子饿嘛？你是上帝的儿子嘛？你可以把石头变饼嘛，对不对？所以耶稣种了无花果树没有结果子，用耶稣的能力，他是用神的能力来讲，哎，果子结满就立刻结满了，对不对？5饼2鱼，他就可以让5000个人吃饱，5000个人只难得哦，如果加上女的，搞不好1万人都有哦，还可以12筐。所以耶稣不是没有能力啊，吃对耶稣来讲没有能力。我们看那个在撒玛利亚的那个雅各节，耶稣还会口渴嘛，因为他人的身份嘛。可他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怎么讲？喝了这个水还会口渴，可是喝我的水又永远不渴。耶稣就是这些个案，尤其对耶稣来讲，时间很急迫，在4、5天我就要被钉死了。所以耶稣就是我牺牲一棵无花果树，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不要光是枝叶茂盛，却没结果子。我们经常有时候听牧者讲说，我教会多兴盛。你看我教会聚会，第一场已经聚会不下，一定要2场、3场、4场。以前台北灵粮堂聚会都有分场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那个。真的，我们在大学时代，我快走，在毕业之前，我去灵粮堂，要去灵粮堂哦，还要排队呢。为什么？第一场还在礼拜，第2场的你就在排队了。10点到11点，11点到12点，哦，9点到10点，还有3场，一个早上就3场，你要排队就排队进去，因为教会容纳不下。哇，好狂热的感觉，枝叶茂盛。现在已经灵粮堂不要排队了哈，灵粮现在已经不会排队，1场就不会排队。从 COVID-19 以后，教会其实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大家已经听整个的讲道习惯了。那么有的牧师跟我讲，这也没什么不好啊，最起码上帝的道理会深入他的心，他就去找教会。可是我总认为说，你能够来教会的人，还是要到教会，因为他是直接亲近神。所以相对的，无花果树看美的无花果树跟圣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看看《罗马书》第11章15到17节，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念了。他就进入圣殿以后，以前圣殿里面连奉献的钱都还要换他们自己祭司们制造出来的钱呢，那个最好赚钱，1块换2块换1块，哇，多好赚！而且无瑕疵的鸽子，无瑕疵的牛羊，反正你牵来的我都说这个有瑕疵，要卖我的，
今天买完以后，那个又放在那个牛棚，下一个人来又买那只牛，哎，这个媒体生只有一头牛可以卖100次，哎，多好赚的生意。所以所以在守圣上，我经常讲一句话，守圣上的时候，我跟那些牧师讲，因为守圣上应该这个样子，这一杯我已经祝祷了5次，这一杯我祝祷了2次，这一杯我只祝祷1次，所以这一杯是500块，这一杯是200块，哎，这一杯哎不要钱。以后圣餐的时候，牧师涌来会有标价，问你要500块的还是200块的还是100块的？你不要觉得好笑呢。天主教为什么马丁路德会改革？还有赎罪券呢？你犯多少罪都没关系，反正有赎罪券。你只要奉献的多，你罪就可以得到赦免。是人性。所以那些祭司都跟文士里面是靠这个赚钱呢。其实他们能不能生活有没有问题？我们经常念那个主导文里面告诉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给我们，那呢，咱就是给咱去管。够吃就可以了，饱暖思淫欲呀。可是我们经常不满足哎，你有1亿的人想赚2亿，有2亿的人想赚10亿呀。我觉得就是这样不满足，所以相对的，本来利未人本来就是受供奉的，有1/10的奉献，他们衣食是无忧的，可是他们要更多的钱呐，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买卖。耶稣知道说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他第2天到圣殿里面做什么事情？做那种人家最讨厌的事情，赶走那些做买卖的，那告诉他们，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我上上礼拜有讲过，祷告，神都知道我要祷告什么，为什么我要祷告呢？神的旨意在，若符合神的旨意，你祷告必得成。但是相对哦，我上个礼拜有讲嘛，雅各书4章2节跟我们这么讲，你不求，所以你得不到。第3节告诉我们说，你妄求，所以你得不到。你都没有求，上帝已经摆在那边的旨意，这是符合神的旨意。可是你不求嘛？你说上帝，你知道我要什么东西嘛？所以那天我跟那个桂香在吃，我跟他举这个例子的，讲好玩说，哎，那个大水来了，直升机来了说不要，我要祷告上帝；那个游船来了说不要，我要祷告上帝；啊，绳子来了不要，我祷告上帝，上帝会来救我，结果他淹死掉。所以桂香问我说，哦，我有祷告，为什么我喉咙还没有好啊？我眼睛还没有好？那时候我们2个人就一起去看喉咙。医生照一照，我说可以手术吗？那个医生就笑了，你70几岁了啦，不要手术了，手术也好不到哪里啦，能够讲话就不错了啦。所以今天我太太终于可以上圣歌队了，她大概也只有唱3个音，跟我一样只有3个音而已，没关系，上帝给我们能够讲话、能够开口就好，然后眼睛也可以看了，所以上帝，我们称为祷告的殿，祷告有没有效？有效啊！他说整个礼拜都在祷告。牧师很多的会友，很多的兄弟姐妹都帮他在祷告，所以他觉得他精神又好很多。今天突然那个我们的郑长老娘还拉着我，哎，桂香看起来吼，我今天精神比较好安尼，那个我也很高兴哎。他觉得我太太漂亮，我当然很高兴，我当年嘛。可相对很多的事情，让我们知道说祷告的重要。教会是做祷告的殿呢，这不是应酬的场所哎，这不是社交的场所哎。我来跟你社交，我来跟你应酬啊！哎呀，这久没看到你哦，哦，刚才礼拜就个看到你，当然目的之一啊。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一同在这里敬拜上帝，用信念跟诚实敬拜上帝。所以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结了那么多茂密的枝叶，看起来光鲜亮丽。可是如果你光鲜亮丽的背后藏的是什么？是那种虚伪、嫉妒、自私。上帝会给你什么？枯干。当你末日审判的时候，上帝给你的就是枯干呐。树枯萎，树干仍然矗立，就是告诉我说，我还留着。看它的外表，你不要以为枝茂，那个枝叶茂盛，可是还是会枯干呐。除了你信主之外，所以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树枝，要靠主耶稣才可以什么？结果子，你们有没有结果子呢？所以相对的树枯萎，这就是
咱咧台语叫做有魂无体啦，就是那个叶克电学，有魂无体，亲像稻草人，像稻草人呐、有魂无体耶。所以相对的，徒有虚伪的外表，职业茂盛有什么用？但是没有实际的真诚，这就虚有其表嘛，徒留虚表嘛。所以相对的，我们都看到什么？耶稣进入圣殿里面做这种事情，是大家最讨厌的。看到这些做买卖的，我的圣殿是祷告的殿，你们怎么在这里赚钱呢？所以这辈子，我在上帝的面前，我跟我的爸爸里面3代，包括现在我的儿子。我们都一直觉得说，我们对上帝有一个负担。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工作，那我们在上帝的服侍，没有讲钱的问题，因为那不是我们的工作，那是我们的侍奉，是我们奴仆的侍奉。所以不是做买卖的地方，不是赚钱的地方啊。我为什么退出信仰委员会？我就讲很白，如果有听到的人，就这是我讲的。停不下，看不下，因为每次去都是为了要牧师的待遇要提高到多少，在争吵。我说会有风险，都好辛苦哎，不要再讨论这个了，好不好？但是相对的，圣殿是万民祷告的殿，不是社交的场所。我再强调一次，所以上次想到那个哈尼跟那皮尼尼的事情，各位有没有讲到互相攀比耶，互相嫉妒耶？耶稣为什么被钉十字架？简单道理，耶稣受到百姓的欢迎嘛。那祭司长跟文士讲的道理不比耶稣好啊，但是就嫉妒他，嫉妒，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干脆把他钉死掉啊，就没事了嘛，把他除掉就没事了嘛。所以我们经常做这种事情，有权利的人，所以教会最单纯的都是会有，可是相对的。有时候遭受最大的破坏，反而是那些自称信仰很好的人。各位要小心哦，不要自称信仰很好。信仰很好的人，反而是一个破坏的人。相对的，泰戈尔，等一下我也讲泰戈尔的一个小说。泰戈尔是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的一个，所以泰戈尔讲说，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然后泰戈尔然后还要讲，虚伪的语言有时候比真的语言还真挚哦。对吧？对哦，虚伪的感情有时候比真诚的感情还强烈。哇，你爱得要死，我这一辈子没有你，我就是情愿死掉，我要你，那我要死掉了，那好了，我去娶别人好了。我们这个虚伪的面孔，有时候比真正的面孔还动人呢。看到你就有笑呢。哎呦，看到你我好高兴哦。哎呦，裴主席。你唔是讲你感冒？哎呦，但是我笑面笑啊咧，那个洪主席哦，嘛足水的呢，你有看无？哎呦，心脏无，心肝无好，阁无胆。我哋心肝无好，阁无胆来啊。甚至我们在教会能不能真实的一面？你生气你不气你就讲嘛，然后我们互相来解释。也许是误会，可是因为你用那种虚伪的外表掩饰以后，你就不知道真人是什么嘛。所以这个世界上是单纯又复杂。什么叫单纯？单纯是因为真诚的神在就单纯啦、为什么复杂？因为有虚伪的存在叫复杂。所以小孩子的单纯，为什么？因为他真诚啊。小孩子不会说谎话，他的好处是什么？爸爸、妈妈对你好不好？一天到晚叫我写功课。你讨厌不讨厌妈妈？当然讨厌啊！讨厌怎么讨厌阿妈？讨厌啊！阿妈都逼我写功课。你听一听觉得好玩嘛？我们都讲一声啊，囡仔话，囡仔人讲话。可是更可怕，政客之所以复杂，台湾尤其在台湾我没有指谁这在台湾很明显，政客之所以复杂是多虚伪。请你记住这句话，虚伪很可怕我们真的不要虚伪。最后一件事情，单纯信心的功课。耶稣跟他说：“你们当信服上帝。”无花果树枯干，到圣殿里面赶走这些做买卖的这些祭司跟文士，准备杀耶稣。可是耶稣说：“你们要信上帝。”这两个好像连不起来，完全连起来，告诉我们，单纯的信心比虚伪的敬虔
更重要。我再强调一次，单纯的信心比虚伪的金钱更重要。所以，马太福音甚至告诉我们，只有你信心够，甚至可以移山填海。我们所看到什么？哈拿里面，哈拿为了没有儿子被毗利拿一直在讥笑的时候，他不是跟他吵，不是跟他闹，他就在圣殿面前一直苦求上帝，一直哀求上帝。上帝有没有立刻应允？其实如果你注意看圣经，没有应允呢。直到哈拿已经祷告得像醉酒一样，上帝呀，我恳求你呀！那以利说：“哎呦，那个人怎么喝酒醉还在这边祷告？妇女还喝酒醉，不像话。”你说不是啊，我是要祷告上帝。那以利就跟他讲：“你去吧，上帝会听你祷告。”他就有信心。然后我们又看到什么？耶稣他们坐船要渡过加利利海的时候，风浪很大，彼得他们几个门都吓得要死啊！结果一个人在睡觉，谁啊？耶稣啊！就是睡得很安然啊。彼得一直掏水，一直阻挡，一直操作，没办法了，那个船快倒了啊！这没办法，就把耶稣摇醒。耶稣啊，船快倒了啊！耶稣就平静风浪。有没有隔一段时间？有啊，耶稣都有一段时间等我们呢。所以我们不要觉得我们的求就立刻得到，因为有一段时间神的考验，一段时间神的预备，有一段时间神在考验你的信心。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有拉撒路。拉撒路是耶稣最好的朋友之一啊，玛利亚，我们现在都说煮东西的是马大，他煮了好多东西啊。玛利亚就聆听在耶稣的脚下听耶稣讲道。那圣经里面记载，玛利亚选择那最好的福分。所以相对的，我们要知道，神有他的时。我在强调，神有他的时，他不会撇下你。你觉得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说：“我就在这里呀。”可是你的时还没到呢，你根本没有信心呢，你是蒙拜蒙基督，你的祷告没有真诚哎，我在等你呢，我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呢。圣经一再跟我们强调，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能跟上帝的爱隔绝啊！不管是饥饿，不管是痛苦，不管是落体，不管是刀剑，不管任何的困难，都不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为什么？因为上帝的爱永远在你身上，可是上帝有他的时，你们要相信。那有一个荒岛，住着3个人，我们以前叫做修士嘛，就在那边苦修啊，为众人祷告啊。3个人已经很老了啊，之后那个村庄都知道有这3个人同在，那是泰戈尔的小说了泰戈尔的小说里面，3个人同在。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要更详细看泰戈尔里面的3个隐士里面就有。我就看到3个人，一个主教，他们那个天主教是用派的谁到哪个地方是用派的。主教到那边听到这个事情，他说这3个人很久了大概连祷告都不会就坐船过去，就请人坐船到那边去之后，那3个人他就问他说你们怎么祷告？我们不知道，我们很早就来这里的我们也当时那个时代是不能看圣经嘛，所以我们只能够记得到的，我们从小听到的圣经，我们就互相在分享祷告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就说天上3个，三位一体嘛，天上3个地上3个我们3个人嘛，求你们天上3个听我们地上怜悯我们地上3个。那主人就哈哈大笑说：“哪有这种祷告的啦？天上3个地上3个，求你们3个怜悯我们3个。这种祷告，主教就跟他讲：你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主耶稣教给我们的主祷文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3个人已经很老了，就在那边背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3个人已经很老了，都知道人老了以后的记忆就不好。等到练到第3段，又忘掉了。主教不好意思，我又忘掉了，从头又来一练。从早上教到月亮出来了，好不容易3个人能够背完主祷文。我们在天上3个人背完，主教很骄傲很满意，我终于把它教会了。然后说开始就开船，月亮在上面，船
一边开没多久以后，发现海上有一点一点3点的亮光，这样一直过来。那个船夫说：“哎，什么事情？”那主角讲：“那是什么？3点亮光，很快就过来。哎，原来这3点的亮光是那3个老人过来，赶快过来到船里面就跳上来，就跪下来，主教啊，我们3个人很笨啊，我们又忘记了。”所以我们互相在练，主导文我们都练得乱七八糟，求你再教我们一次好吗？主教非常惭愧的跪下来。我认为我圣经饱读圣经，我圣经很了解，我不知道单纯。他说：“你们回去的，你们真的祷告是主所垂听的。单纯的祷告是主所垂听。”有一首歌叫《眼光》，这首《眼光》我在湾里教会的时候，很多会友跟我讲，他每次唱每次哭，因为我们遇到在困难险阻，我们都会看到眼光。不管天有多黑，星在夜里闪烁。会唱的人，你们坐着跟我唱。当你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你单纯的相信上帝，上帝真的会带你走出那个关键。
纯的信心，而不是虚伪的姿貌。姿貌凡身的外表，比那非常自微小、真诚的信心不如。我们要的是真诚仰望主你的心，我们不要虚伪外表的繁茂，我们不要让人家羡慕，我们不要在人家眼光让人家赞美，我们要给主耶稣基督赞美，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跟随着主活，活着为基督死就有益处。我们要将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耶稣，我把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主，让它是圣洁的，是纯洁，是主所喜悦的。我们真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主，求你让我们单纯的信心，不要像无花果树一样，虽然枝叶茂密，但是因为它不结果子，所以它会枯干。我们每个人在主的面前亲近，求主你悦纳，帮助我们每个人在你的面前得到主你的怜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这是咱的奉献，请实现者来实现。请起立来献奉献的诗。上演398首，上演煞，咱请带队了来祝祷。耶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相通与你们同在。愿主要所祈的稳定，特别上帝听堂，昔日相通，今日三甲地地，对这世人一生一世拢主，今日三甲地地有单纯的信心，今日三甲做伙，对这时
直到永世代无数。阿免。请坐。这是我来报告。咱伫即礼拜的拜六，咱有总会咧来查销甲书记吼，啊，请相关人员来准时来参与。第二项，3月团契第二即礼拜拜六甲礼拜吼，伫台中咧举行退休会，啊，因伫后礼拜伫迄个所在做礼拜，啊，咱为即件代志来代祷。啊，上尾啊，咱今日加那个莫顺良吼，林莫顺良伊的生日啊，啊，等咱爱为来唱生日快乐的歌啦吼，啊，唱了咱甲请蔡长老来甲伊祝祷安尼，吼，好，啊，咱生日快乐吼，啊，咱先唱英语，啊，上尾靠唱台语安尼吼，来。无说甲无顺良，哎啦，哎说，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对无？哦，当年在咱迄上面头的，这要讲当年啦，吼，这个当年，咱伊的生日，咱非常欢喜，咱想要来做个祈祷，祈祷了后，咱请咱上水，再来给咱分下条。我们一起祷告，天天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你所定的日子，在你计算的年岁里面，你让我们林牧师娘能够过她美丽的生日。所以这个生日是他人生的起点，从现在开始，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伴随着他，伴随着林牧师、林牧师娘以及他们全家。主你的恩典，借着圣灵的爱浇灌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手走的每一步都主你满满的祝福，跟随着他们。我们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你也在许愿。相机准备好，相机准备好，哎呀，这台讲好。来，好了，用好了要来准备哦。走。好，谢谢，好。
咱继续为着身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啦吼，吼，第一项咱为着玉龙吼，因为伊的肾小管有些酸血症啦吼，阵搁伫照护病房，吼，咱也为着伊来代祷安尼。第二项呢，叶彩姐吼，伊的肩肌筋会撕裂，手术后会康复。第三咱也搁为着肉延伸主事，吼，伊的肾的问题。第四咱为贝如甲桂香姐，吼，伊目睭的问题啦吼，咱继续祈祷。上尾咱也到为着彩英姐伊的身躯来祷，咱先默祷了，甲请蔡长老来做祈祷安尼。我的殿必成为祷告的殿，请我们先默祷，为刚才严长老所讲的，还有你所知道的你的亲友，为他们来祷告。我们先默祷。亲爱的主耶稣，一人祷告的力量是大的。我们在面前你的祈求和你旨意的，我们相信你必成全。你都有你最美好的旨意，我们迫切的祷告，求神灵垂听。一种姐，她目前在加护病房，她目前因为她的肾小管里面有栓塞，有酸血症，求主你帮助她，照顾她，借着医生的手赐给医生智慧来治疗，赶快脱离加护病房，赶快让身体完全的康复。我们也为月彩姐她的肩膀肌肉的撕裂伤手术以后的复原而祷告，求你帮助在复原的过程能够非常的顺利，没有再后遗症。赶快来这边跟我们一起敬拜服侍上帝。我们也为我们所敬爱的若原生执事，他的肾丝目前指数还高，执事娘身体也不太好，求你照顾若为生执事娘，他们得着神灵的眷顾，求你照顾他们，让他们成为神你所重用的器皿，也照顾他们的身体得着完全的健康。贝如姐，我们已经怀念了好多次，我们相信神你一定有你的作为。他快接近，他要接受手术，我们相信神会安排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方法得到最好的手术。求神你全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迫切在你的面前祷告，求你悦纳照顾他的眼睛的手术，能够得早完完全全的复原。我们也为彩英姐，每一次每一天，我们在为他祷告，我们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能够苏醒，我们希望早一点苏醒，早点起来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为我们在座的各位弟兄，我们所知道的，不管你心脏，不管你肺部，不管你身体的任何问题，神都能够帮助你。心灵创伤的主，求你的手抚摸着他们，让他们得着帮助。从国外来的，求主你帮助他们在台湾里面看到那个最美丽的风景是人，在这里所有的工作，神你祝福着他们。让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殿，让这个教会成为主你所爱的殿。在主里面没有虚伪，在人里面更是真诚。我们用真诚的心互相对待，用真诚的心彼此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咱较点有小组的分享了哈今天有要做简介吗？泽博，好了。大家平安。那我们简单介绍这礼拜我们的进度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跟到第8章哈。那第6章的记载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那个让5000人吃饱那个神迹。那但是这边记载比较，我觉得跟另外3本比较详细的是说，就说那个众人在吃饱以后，他就是拥戴耶稣为王，然后但是耶稣不愿意，那他退到自己一个人跑到山上去，那然后之后门徒要找耶稣一起那个同行的时候，耶稣又突然出现在海上走在水面上那样子，那然后众人之后他们就是过到另外一边加百农，那众人就有一些人还是要追随耶稣的人，也跟着坐船到另外一边找耶稣。那但是耶稣有讲了比较重的话，那就说你们跟随我是为了吃饱。那然后又讲了很多，就说另外就引申说他是天上的粮，生命的粮。那就是说他讲那一段那个算是教训嘛，就是说那很多人就因此就离开耶稣就认为这个太很难跟随这个然后第7章的部分是耶稣到耶路撒冷，那他是这一次是耶稣的第2次到耶路撒冷跟另外3本记载不太一样。另外3本记载耶稣到耶路撒冷只有1次那但是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到耶路撒冷有3次所以我们说耶稣传道是3年半就是以他到耶路撒冷的那个次数，因为每年的逾越节那个时候所有犹太人都会到耶路撒冷去，那用这样来计算的。那这一次是在第7章的部分是在住棚节，那耶稣在那个地方就是再一次跟圣殿的这些犹太人他说犹太人应该是法利赛人那也是一样在辩论。我们在第5章讲到耶稣医治毕士大池那个瘸子。那这边其实在第7章的部分还有第8章的部分都有显示一个现象，是说这些犹太人在圣殿就说他们会故意刁难耶稣，然后又有很多耶稣讲的话，其实他们是不懂耶稣在讲什么然后第3个是说他们会就算他听懂了，他还是会故意假装听不懂，然后又问耶稣一些很奇怪的问题。那譬如说耶稣在这边他已经我上礼拜有讲，他就是说耶稣他会讲说我是什么我是我们刚刚第6章讲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然后第7章这边是说我是世界的光。那第8章在第8章的地方，但是这个我是就是会引申到犹太人一听就很明白，就是知道说这个是神的宣告那耶稣在宣告他的神性。那但是犹太人还是会听不懂，他还是会说他们假装听不懂然后说那你是谁耶稣已经讲很明白，他就是神的儿子。那犹太人还是会认为说那你是谁就是多问这样。那还有第8章也讲到行淫的妇人，那刚刚我们蔡长老也有讲到这一部分，也是耶稣是非常的巧妙避过这个陷阱这是一个犹太人故意要设局要抓耶稣的把柄。那从这3章其实有看到一个结合我们今天早上蔡长老讲的在圣殿发生的事情这边也是一样就是让我们看到其实神他是不是我们
所认知的神哦。我的意思是说，神其实是比我们想的更大，然后我们的信心本来是只有一点点，那但是神要我们越来更多越来越多的经历他。那可能有的人会认为他信的神我就是这样子，那结果神要让他经历更多的时候，他就离开了，就像我们刚刚讲在其他的那个经文里面记载的那样子的。那所以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不断的，神要我们一直经过操练然后一直去扩大对神的认识。然后另外约翰在这个到我们今天到第8章一样，从第1章到现在，他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那个人的系统是没有出路的就是其实每一章都有它一个重点那就说那个人他是有他的有限，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必须要依靠耶稣，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那就是像就从第6、第7、第8这边第6章在讲到人不能单靠食物那还是需要神的话语，天上的粮。那第7章在住棚节这边，他是说那个水我是信他的人要那个有活水江河从他肚腹涌流出来然后第8章也是那就是说这边我们可以从这边讨论更多，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那很多可以讨论的。那我们等一下在小组可以继续再来分享，谢谢。想别倒当时咱请圣歌队来唱祝歌。接下来加平安礼。社青请来讲台前练歌社青请来讲台前练歌。
我们请社青的同工哈，我们到前面来哈，我们要练一下我们下礼拜要去献唱的圣诗哈。没有，下礼拜，哎，一起，来哦，练歌。要查一下。B 的 B 42，B 我有用书签给你了。